主后2025年3月31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敢真正会当活出安息？圣经咱做来听读路加福音14章第10到24节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去一个法利赛派的领袖因兜食饭，大家注意得甲伊看。迄时，伫伊的面前有一个鼓掌边的人。耶稣问律法教师甲法利赛人讲：伫安息日医病有合法无？因拢无应。耶稣就牵迄个人来，甲伊医好，互伊转去。然后耶稣甲因讲：恁中间敢有人家己的囝也是牛，伫安息日跋落鼓井，袂随时甲伊扭起来？因对耶稣所问的话拢袂晓应。耶稣看到人客得经大位，就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恁互人请去赴婚宴的时，毋通坐大位，惊了有比你较尊贵的人客嘛来互伊请。迄时，请伊甲你迄个主人回来甲你讲，请让位互即个人客。迄阵你会感觉真歹势，煞着去坐上细的位。你互人请的时，宁可去坐上细的位。安尼，请你的主人回来甲你讲，朋友，请来坐大位。迄阵，你伫共道的人客面前就体面，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，毋过屈加家己的会受提高。然后，耶稣嘛甲请伊的主人讲：你请人食中昼顿也是暗顿的时，毋通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族、好友的厝边，则免因甲你请倒转，你煞受报答。你请人客的时，宁可请散赤人、行动无方便的人、骹歹的人、失明的人。安尼，你一定会受祝福，因为因袂当甲你报答。伫义人搁活的时，上帝会甲你报答。讲到有一个人听到这话，就甲耶稣讲：会当伫上帝国啉食的人真有福气。耶稣甲伊讲：有一个人办大宴席，请真侪人客。要开道时，伊找仆人去甲受请的人客讲：请恁来，逐项拢准备好势啦。毋过因一个一个提时，头一个甲伊讲：我有买一块地，着去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另外一个讲：我有买5对牛，着去试用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搁一个讲：我拄娶某，所以袂当去。迄个仆人转来甲主人报告这个代志，迄家的主人就受气，甲仆人讲：赶紧出去城内街头巷尾，带遐个散赤人、行动不便的人、失明的人、骹歹的人来。迄个仆人讲：主人，你所吩咐的，我已经拢有做，毋过还有空位。主人就甲仆人讲：出去大路甲篱笆边强迫人入来，通互我的厝坐满。我甲恁讲，大声请遐个人，无一个会当食我的宴席。敢真正会当活出安息？伫人的习惯中，总感觉家己的付出应该爱得到相对的回报。譬如讲，借着谦卑的姿态，得到尊荣的大位，也是利用请食宴席，会当得到好的名声，也是回报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
安息日的即场宴席，伫主耶稣的眼中，并无真正的安息，搁较毋是真正的慷慨大方，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拿定。伫即个安息日，耶稣受邀请去一个法利赛派领袖的厝里食饭。邀请耶稣的人哪像无安好心，因为宴桌中有一寡人伫窥视耶稣，企图掠伊的把柄。迄时有一个病人出现伫宴席中，耶稣问在场的除了教师和法利赛人，咱的法律是毋是允准伫安息日治病呢？耶稣知影因死守规条，却希望看见别人犯规，通好借着指责别人来凸显家己的宗教权威。对安尼，主耶稣问讲：这是真正的安息是无？伫即场闹剧中，主耶稣呼吁迄听见伊话语的人，爱真实活出上帝子民的特质，伫彼此团契中真诚接待人，甲人做伙擘饼，同享甲主坐桌的恩惠，共同领受主的疼甲祝福。伫主的宴席中，无人是局外人，人人拢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那安尼，咱身为基督徒，真正会当活出安息的生命无？咱真正会当活出上帝子民的特质无？伫日常生活中，咱是要实践律法的精神，还是受律法的条文限制呢？这段经文中，真正活出上帝的疼，正做厝边的祝福，是耶稣向法利赛人和宾客的挑战，也是对咱的呼吁甲邀请。伫牧养的场合中，身为牧者，我常常互问到安尼的问题：牧师啊，我通做即个无？我通做迄个无？若伫语言所找条列拍基督徒通无的字句，会出现真侪的项目，譬如讲，基督徒通食米花无？基督徒通请字无？基督徒通提香无？平心而论，人对伫上规中通做的事，常常无愿意做；对伫规定毋通做的代志，反倒当常常受诱惑去做。譬如讲，道路限速搁较悬，总是有人也要超车。教囡仔毋通沉迷手机仔游戏，伊却哪教哪毋听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毋管咱伫家庭、教会，还是职场，拢希望表现上好的一面。主耶稣比谁拢搁较了解你我真实的性格，伊伫每一个场合观察咱，也伫咱生命上深的所在等待时机，要互咱机会向人传述福音，搁指引人踏上上帝国的道路。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讲，上帝话语若真正进入你我的性命，的确会引带咱朝向上帝国度的方向前进，互咱进入上帝的家内，享受甲主同坐桌的宝贵恩典。真正的安息，就是伫平凡搁熟悉的生活中，真正活出信仰的本质，搁吸引还未入捌主耶稣的人，也较无福音。默想，伫什么处境中，我上会当感受到真正的安息？伫什么处境中，我上会当感受到上帝的安息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愿你接纳我的无完全甲自私，互我无简单顾家己，是会当用你的疼来疼人，
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